你有冇一個朋友曾經係你嘅全世界，而家已經好耐好耐冇見？你哋以前打造過一個只屬於你哋兩個嘅世界。我一直想問一個問題，但唔敢問，嗰個世界係咪已經消失咗？今晚我揾到答案，就係一首歌，同一本40年前創作嘅繪本作品入面。2021年，姜濤出咗一首歌叫《Dear My Friend》，好多人一聽就眼濕濕，但唔係個個都講得出點解。呢首唔係情歌，係一封寫俾一個老朋友嘅信。慶幸當天你在球場邂逅。佢寫嗰個朋友係喺你最狼狽、最荒謬、全世界都懷疑你嗰陣，唯一冇質疑過你嘅嗰個。佢做你嘅後援，仲要唔講報酬。細個嗰陣，你哋收埋喺一角，圍起一個小小堡壘，喺入面經營你哋自己嘅烏托邦。雖然個世界好細，但係完整嘅。不過季節會變，夏天未完就入秋，你哋唔經唔覺走入咗兩個平行宇宙。於是嚟到一個我哋都唔敢諗嘅問題：如果嗰個人已經唔喺你身邊，你哋一齊築起嗰個世界，係咪就此消失？請你先記住呢條問題，答案唔喺呢首歌度，而喺另一個地方。世上只得你未懷疑我荒謬，季節急變，夏至未完便入秋，走進平行宇宙，怎接受明日已經分開走？要答呢條問題，我要帶你去一個地方。呢個地方唔會出現喺任何一張地圖上面，因為佢唔係用磚起嘅，係用石頭同紙皮相起嘅。佢叫做 Roxaboxen。呢本繪本1991年出版，繪者係 Barbara Cooney， 就係畫花婆婆呢本榮獲繪本大獎嘅繪者。你一睇啲畫面就有種暖粒粒嘅感覺。而最勁嘅係呢個唔係作者嘅幻想，呢件事真係發生過。故事好簡單，一班細路喺屋企附近一個山坡上面，得啲石頭、爛木箱同埋幾塊碎玻璃。但係喺佢哋眼中，呢度其實係一座城。帶頭嗰個叫 Marian， 改咗呢座城嘅名做 Roxaboxen。佢哋開始動手起屬於自己嘅城，用白色石頭排出大街，再排出一間間屋，用木箱做台做櫃。後來仲有市政廳、麵包鋪、雪糕店。Marian 仲做埋市長。姜濤唱嘅小小堡壘同呢班細路砌嘅 Roxaboxen 係同一樣嘢。每一個細路都起過一個大人睇唔明嘅世界。每一段最深嘅友情都有一座只屬於你哋兩個人嘅城。喺 Roxaboxen 度，時間好慢，太陽好暖。佢哋以為呢座城會永遠喺度，但係你同我一樣都知道跟住落嚟會發生咩事。細路會大。Roxaboxen 嘅細路一個一個長大，離開咗嗰個山坡。有人搬到好遠好遠嘅地方，有人離開，就好似姜濤唱嘅，你哋走入咗平行宇宙，分開走。呢度就係好多故事會結束嘅地方。一句翻唔去嘅童年，然後完結。你可能都以為 Roxaboxen 玩完，但係作者只係寫咗一句唔係啊，因為書入面寫住，就算過咗幾十年，Roxaboxen 都從來冇消失。佢一直喺度，喺每一個曾經喺嗰度玩過嘅人嘅心入面，到佢哋老咗，仍然記得清清楚楚邊條係大街，邊度係自己間屋。呢個就係俾翻姜濤嗰條問題嘅答案。我哋一齊築起嗰個世界，係咪就此消失？你哋走入咗平行宇宙，但你哋一齊做嗰個烏托邦仍然喺度。佢冇留喺嗰個山坡，佢跟咗你走，佢變成咗你嘅一部分。
心理學家研究懷舊呢種情緒，發現佢唔係淨係傷感。當你諗翻嗰個人嗰段時光，你其實會覺得自己冇咁孤單，覺得人生係有意義嘅，甚至因為記得而更加有力氣行落去。換句話講，嗰個朋友可能已經唔喺你日常裏面，但佢同你一齊起嘅嗰座城 made you who you are。呢樣嘢係永遠嘅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：你嗰個 Dear My Friend 係邊個？你哋一齊打造嗰座 Roxa Boxen 喺邊度？可能你哋好耐冇見，可能你哋已經行入咗兩個平行宇宙，但今晚你唔使做啲咩嘢，淨係好好記得你哋真係一齊起過一個世界，而嗰個世界一直都喺你度，冇消失過。如果仲揾到佢，或者你可以同佢講句說話，就算唔可以都唔緊要，因為記得本身就係一種擁抱。呢度係微想事務所，微小的念頭慢慢想，用一首歌同一本繪本陪你靜一靜，諗一諗。如果今晚呢個故事有觸動到你，喺留言度同我講下你嗰座 Roxa Boxen， 我會逐個睇。記得訂閱，我哋下次見。